你有冇諗過，原來唔少長者每個月都可以領取超過4000蚊津貼，但因為誤解規則，結果白白錯過。更加令人意外嘅係，有啲人以為自己收入超標、資產超標，一定冇資格申請。但事實可能同你想象完全唔一樣。今日同大家講講2026年長者生活津貼最新安排，究竟入息同資產限額放寬咗幾多？點樣先可以成功申請？仲有大家最關心嘅商量問題，影片後面會同大家詳細分析。首先，長者生活津貼主要係幫助65歲或以上有經濟需要嘅香港長者。由2026年2月起，入息及資產限額已經上調。單身長者每月入息限額提升至10900元，資產限額提升至415000元。夫婦方面，每月入息限額提升至16680元，資產限額提升至63萬元。而符合資格嘅長者，每月可以領取4345元津貼。不過重點嚟啦，關於非計算資產，例如自住物業，一般情況下唔會計入資產總值。另外，家人平時俾你嘅生活費，亦唔一定會被視作入息計算。所以就算你覺得自己好似超標，都未必真係超標。最穩陣嘅方法就係先了解清楚計算方式，再決定應唔應該申請。咁大家最關心嘅雙糧又係乜嘢呢？其實坊間經常講嘅雙糧，一般係指政府喺財政預算案公布嘅一次性額外津貼安排。但要留意，呢類額外發放並唔係每年保證有，亦會視乎政府當年財政狀況而決定。所以千祈唔好聽到有人話一定有雙糧就完全相信，要留意政府正式公布嘅消息。最後提醒大家，如果你或者家中長者已經滿65歲，又未曾申請長者生活津貼，真係值得花少少時間了解一下。因為每個月4345元，一年加埋超過5萬蚊，可能正正就係改善生活質素嘅一筆重要支援。記住，最可惜唔係申請唔成功，而係明明符合資格，卻從來冇申請過。如果你屋企有長者，記得將呢條片分享俾佢哋睇，隨時幫到一家人慳返唔少生活開支。